今日同大家分享 XM 炸彈木耳炆雞嘅做法，用 XM 醬汁炆煮雞翼，肉質更軟滑，雞味更突出㗎。先睇睇食材同調味料。木耳要提前浸到軟身，去硬蒂切塊，揸乾水分，將雞翼同木耳放入密實袋入邊，加入醃料拌勻。用水壓排氣法，將密封袋真空封好，放入雪櫃醃最少1小時，醃過夜就更好。雞蛋煮到全熟，剝殼同抹乾水分，然後用油炸到金黃色備用。燒熱油，先爆香薑片，之後放乾葱，然後有蒜蓉、八角、桂皮。落醃好嘅雞翼同木耳，加入少少紹興酒，炒至雞翼表面微微金黃色。加入 XM 醬汁同生抽，炒勻，再倒入足量清水。要蓋過雞翼，加入片糖同玫瑰露酒，煮10分鐘。加蓋再慢火燜10分鐘。最後加入炸雞蛋。再浸煮2至3分鐘就可以。XM 炸彈木耳炆雞就完成啦。